新興障礙者權利保障法已經18年無大修法了。立法院拍算明仔載進行黨團協商，今仔日有12個民間團體上街頭表達訴求，希望莫用這身心障礙證明來當作唯一認定障礙者的標準，也愛把這生活必要的服務甲公共服務列入去所謂無障礙規範。障礙權利推動聯盟來到立法院的外口表達訴求。身心障礙在日常生活、交通、食頭路等等，會拄到制度的歧視甲相關支持無夠的問題。30日，立法院要進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的黨團協商。聯盟指出，身障權法已經18年無大修，因嘛提出訴求，呼籲修法按照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 的精神，袂當用身心障礙的證明來決定啥物人會當得到幫助，應該是若有需求，攏愛會當得到支持甲服務。對身心障礙的定義呢，必須要擴大，符合 CRPD 的人權模式精神，而不是再以狹義的醫療模式來去提高那個認定的門檻，讓很多人拿不到證明以及身心障礙資格，來維持權益保障跟服務取得。30有12個團體上街頭宣講，嘛要監督修法的進度。民團嘛呼籲修法應該要明定歧視的定義，嘛要有明文的規定，保障所謂平權，像醫療、交通、通信等等的公共服務，攏應該包括佇咧所謂無障礙的規範內底。若無障礙者就會因為制度甲配套的不足，袂當使用服務、參與活動，也是行使權利。因也指出，這就是歧視、直接歧視、間接歧視、騷擾以及拒絕合理調整，明確納入條文裡面，並建立有效的申訴與裁罰機制。無論是網站、App 還是金融、交通設備，都應該達到無障礙標準。像有些延平商場的朋友，像我帶呼吸器，也沒辦法面部辨識。民團表示，身心障礙者只是想要甲一般的人有同款的人權甲自由，這是基本的權利，不是加出來的福利。民團拍算對30下晡開始，一直到30日，攏會守佇咧立法院群賢樓的外口，監督立法院各黨團，希望台灣會當落實身心障礙者的人權。記者顧玉琪、曾俊佑台北報道。